可以了，那我们就开始了。好，刚刚耽误几个那个关于我们没有调好，所以如果在网络上面看的人，可能要等等十几分钟了。好，那么当广播讲完了，下次了，看给老师这面真的人大那么大热水位，今年对跟继续自己年纪多加两班子，看到西边镇上马日门头东眼开始为。著作观啦，普及大致演啦，主角杨连松，主打切着年末年龙来给加州最接近。马里美塞东岸牛户今年就在日之南，对内大气社区他是原点绿洲也是土有股，就这就当就你现在大陆美是将北洋啦对。我妈的巴扎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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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的巴扎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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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的巴扎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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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去去了为谁去？大陆的木明白入些呢？嘎当电锯雄鹿多巴伊。罗着宝贝，那我这都是哦，OK，我们上次这个是这是今天的上个礼拜嘛，12课嘛，对，12课我们到了吗？汤姆仙女，汤姆啊天女也可以啊，仙女跟天女，杜姆吗？杜姆是什么？什么不一样？什么？什么？这几本嘛的吧？几本嘛的，汤姆这边，汤姆，汤姆，冲，冲，出不，出不，出不，接着，接着，接着。汤姆是仙女嘛？汤姆是仙女冲是市场，对不对？我们冲着主播就是图像啊，主播这里可以念成主播，主播，所以这个变成了动词了主播，主播本身是涂的意思，主播啊，涂香水啊，喷香水吗？那这喷了，现在不用涂。呃，那我们的那个影片里面，他用了九五就是它不一定是香水啦，它是那个化妆的话，会不是要涂嘛？啊对，保养品的那些是涂嘛？啊这是一个声音，我刚刚讲到嘛，就是我们走路的那种声音，哒哒哒哒，或者是这种声音，它是一个声音啊。这边讲的啊，好，모란 모란，那是因为是女生，但是某란是它指的是她嘛，指的是她，是指这个女性的她啊。随吧，随吧，随吧就是造嘛，嗯，任何一个或者做也是可以是。如果是在做饭什么，那可以说做，那造啊、打造什么什么，或者是呃车子
造车啊，制作的意思。康巴师傅是制作房子，摩托师傅，阿家阿家啊是大姐嘛，阿家卡萨卡萨，好，昨天这几个生词，这几个生词是这里面的对话里面要用得上的，但是大致上应该都可以吧，没什么太多的那个。之前学过的，好像这里面的生词大部分都是之前学过的。卡萨，在这个地方我有翻译稍微有些改，哦，对对对，这已经，其实你低估的不是，对，就是这个，对，没错，我改的这个部分是这个，卡萨阿加他们키란 메두 카사 아잘하무 키란 메두 哦，卡萨是昨天嘛？阿加拉木是拉木姐姐，嗯，拉木姐姐说了后面的这些句子，因为这边有拉木有做格，对不对？有个做格就是下面的句子是他讲的，哦，所以卡萨阿加拉木就是昨天阿加拉木说了什么呢？키란美杜啊，你不在的时候，是吧？키란是你嘛，美杜就是你没有的时候，你不在的时候，啊，对这个时间嘛，你不在的时候，我冲了，make up，这是英文嘛？你明白不？啊，make up 出去，所以说这个出就是涂，那我这边直接想了化妆，make up 就是也是可以说是化妆嘛，啊，就是说你不在的时候，我化妆，make up 出去，就是涂这些装饰的部分，啊。后面还有事情呢，你前面一件事，在还没后面还有做了两件事嘛，做了两件事，那就是他要连接后面那个动作，所以用求解。你做了前面第一个事情，然后做了第二件事，所以有然后什么什么，哎，接上冲了在这边呢，要翻译中文的时候，你不能把冲放在前面啊，它是后面这边接着 love 住个度，接着 love 住个度，所以接着是一个嘀咕这个声音呐、这个声音走路的这个声音，所以它是这样走在哪？走在街上啊，所以这个冲是在拉在这里，在街上滴答滴应该是滴答嘀咕的，是吗？哈，嘀咕的行走啊化好妆，然后在街上呢就是这样穿高跟，意思他的那个声音是高跟鞋的那个声音，对，不是嘀咕，是滴答，我们因为是他讲的
接着啊。啊，超高跟鞋的声音你们是怎么说啊？他是吗？还是这是穿高跟鞋的那个声音啊？就是有人在背后，他的背后就说这些，哎，就是比方说你老公不在的时候，你的老婆都是化个妆，然后在街上就穿着这种高跟鞋，就会了解吗？在后面背后在讲她在叙述给她的老公听嘛。那个谁讲这句话是谁讲的呢？是那个阿加拉木啊，但一定是他的邻居吧？对，仙女多嘴嘛，仙女也会多嘴。到这里可以吗？这是他一个走路的声音。love 主义的 love 就是这个 love 不是嘴头不是口头上说的啊，就是有这样的叫出这样的声音。这边的 love 就是叫出这样的声音，滴答滴答滴答，叫出这样的声音来行走在街上。哎鞋子叫的声音，对对，这取笑他嘛，取笑他。所以这里有两件事嘛，我做这件事之后呢，然后我在街上是用着这样去行走。所以这个企业知道了吗？啊，모란 취도 가르유나 모란 취도 가르유나 텐데 모란 취도 가르유나 텐데 텐데 텐데这甜的一般是甜的嘛，모란 취도 가르유나甜的，这是口语里面会讲모란 취도 가르유나甜的。所以某人就是那个他嘛，对不对？他取舵就是管得着吗？你们我中文没写错字吧？啊，他自己管得着吗？也就是多管闲事的意思啊。他管得着吗？好，那自己也不用自己吧？我们中文不用自己，在单文里面某人就有个人嘛，对不对？那他管得着吗？对对，那你就不要把这个自己不要写了。所以他管得着吗？一是他多管闲事嘛，所以他管得着吗？这些人真是的，对取舵卡的人呢，就是取舵卡的人呢，就是管得着吗？取舵卡的人呢，意思是，你说你问他取舵卡的有，取舵卡的有是，你管得着吗？你问别人的时候，你可以这样问吗？你管得着吗？啊，你管得吗？기란取舵卡的多，这个某人改成기란取舵卡的多，기란取舵卡的多，对，或者是기란取舵卡的有，这边有约嘛，就直接约，那因为是你嘛，你也可以用读，기란取舵卡的多，这个读，기란取舵卡的多，你管得着吗？기란取舵卡的多，기란取舵卡的多。那这个不要多管闲事的时候，取舵马气，取舵这边有个取舵，对不对？取舵马气就是不要多管闲事，取舵马气。
这边有个祛痘，所以你不要多管闲事说叫马气，是祛痘否定的，祛痘马气马气嘛，祛痘马气。那我们刚刚你管得着吗？不要多管闲事学了嘛，对不对？呃那再来，如果是讲的话，你管得着吗？你管得着吗？怎么说？기란 주도 가르유, 기란 주도 가르유, 기란 주도 가르유, 기란 주도 가르도, 기란 주도 가르유，这两个都可以嘛？기란 주도 가르도，不要多管闲事，주도 마치，주도 마치，주도 마치，他就这么惊讶的说：许多考虑员呢，田这这些人真是的是，田这指的是田指的是就是这些人，后者是他那个拉木，这许多田这考田这，对许多考虑员呢，田这是这些人真是的，我就把这些说成这些人真是的，这个句子许多嘛，这个也小孩，父母也会跟小孩子讲嘛，不要多管闲事，是不是？许多嘛气，许多嘛气，马上，결혼，马上，결혼，接着提。接着提nga tata seberwa nga tata seberwa 맞아 맞아 키랑接着提接着提接着接着接着提nga tata seberwa seberwa马上就其实是吧？其实你以那个嘀咕嘀咕的步行，我们这个是滴答滴答的步行嘛。kiran接着提就是 kiran接着提就指的是你的那个步行，滴答滴答的这个步行。对，大大是我们前面教过，大大是什么？刚刚好，对不对？大大的刚，那这里不是刚好，就是也是说正好把我搞定了吗？这个理解吗？不理这整句话的意思是她这个句子是她老公讲的嘛？她老公讲是你的这个不行，就是你的那个不行把我也就是把我吸引了。这当初他讲的是他们的当初认识的时候啊，就是你的那个不行把我搞定了她老公回复的这个幽默的一个，他不是他的邻居不是取笑他，你不在的时候，
他都在街上叫他化妆，在街上都在有穿着高跟，虽然没有写高跟鞋，但是意思是他穿着高跟鞋，就是有这个滴答滴答滴答的这种的步行嘛。那这个老公对他有回复说，其实你的这个滴答滴答的，确实是也把我呃吸引了第一次。嗯，哎打娃是女的，等于是男的，对对。岛娃有很多很多女生的名字有岛娃，对啊，嗯，这你们认识的岛娃是男的，就是有很多女生是岛娃，岛娃种吗？岛娃拼记，哦，岛娃老母，啊，啊，嗯，不是岛娃女的岛娃，其实四个名字的时候，后面那个就会知道啊。岛娃种嘛，就是一定是女的啊，岛娃老母也是女的啊，啊。岛娃英记也是女的，嗯嗯，光一个岛娃的时候，你是判断不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啊。到这里是可以吗？所以这个意思你弄懂了吗？他就是他的回复一个幽默的一个回复，你不要这么说啊，就是确实是你有这样的一个，人家也取笑你也是以前是这样的人，对。这样的话，这个里面句子有问题吗？没有啊，啊，OK，那我们在这个它这个它的部分，我们就有几个造句嘛，拉康拉康拉康佛堂嘛，对不对？拉康康就是康吧，是不是？所以它就是他切他切他切，这个切是切块的切嘛？切块是服装嘛？是衣服切块，所以他切那前面的加一个他的话，那就是神衣啊，对，神明的衣服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像跳金刚舞，跳金刚舞的时候，他穿的这就是可以说神衣啊，他切啊，他表演的是那个护法或者是本尊这样，他的那个穿的那个就是他戒啊。啊，我们不会用佛陀又不用他叫南萨，南萨也是一个敬语嘛，南萨南萨啊，你们有没有学？你们有唱过一个不是歌吗？南萨嘛不？对啊，三叶跟南萨，佛陀的衣服吗？三叶跟南萨，对，南萨生服啊，可以啊，反正，但是你也可以说佛陀的那些衣服也是三界跟南萨，生服是金丢跟南萨，生是金丢嘛，金丢跟南萨，那佛陀的三界跟南萨，他戒他戒他戒就是神医嘛啊，他戒他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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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神话神话，
你看，所以这个拉的这个部分呢，不只是单一是神，也是佛堂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佛堂也是拉杆嘛。哦，拉托，拉托，拉托，哦，天坛什么意思？天坛啊？啊？哦，祭祀的什么？是坛城吗？除了道教也不会，你们不会讲吗？先看周文。他尊，他尊，他尊，他尊是大德啊，他尊啊他欲，他欲，他欲是天堂嘛？他欲，嗯，他不，他不，他不，天降，天降。我们有个节日嘛，天降日，天降节，他不推进，推进，他不推进，那个就是天降日。这几个都是用的是拉来去造句的我们再念一次：拉康，拉康，拉切，拉切，拉季，拉季，拉重，拉重，拉托，拉尊，拉尊，拉不，拉不，拉玉啊，没念，拉玉，拉玉。那现在知道那个天坛吗？啊？托，托的话，高的那个托是有前面有个前加字啊。祭祀的一个建筑物，拉托有没有这样写？皇帝什么啊？我们西藏也有个这个西藏的很多国王嘛，所以国王往上之后祭祀的地方拉托有个国王叫拉托托利年赞，拉托托利年赞是西藏一个国王的名字。我们先休息，时间虽然没有准时。
수제 로빈키 도주 운이 소드 아지소 세제 세바치고 렌자드 Thakbar nirnig zimbe kim chowi Chapsi dikar waqtu wambana Derchi zomdin sabi longshula Gamjo wamchang nipshon namlamda Ninge ranga yami tukapsu Jamme küme pöki tovi be Pöki tuki lamso sheba be Yunin zeba kyonwa kübe
투신 마그룹에 되게 획이 견주 팬들레 오용 저와 테마 뭉템바 제레 시시 나가 텔라드 红军枪水写的迷途啊，他妈的百姓守在老百姓，红军5年说的大结束，现在387部人家队。 타파르 닝진데 김토위 찹스 디카로도 온보나 데르츠 존딘 사베 롱쇼라 금조 몽토네 쇼 남남데 니니랑 그 양이 뒤값수 잠에 금에 불기 더베베 그게 두게 랑소 셰바네 유명 제바 교와 규베드 참시 방송 교내 진들이 쇼기고와 담겨 집수라 고와제대 유출이 마이 샤시마네 랍신세 벌들 강진 저와 테마라 함체시 咋的，兄妹，很棒，先着呢。 식탁 제비 샤크 버토죠 제비 펜데 남남 테마스
好，有中文会有这么说吗？啊，事情，창이 종이, 창이 종이, 창아 창, 창아 창, 창이 종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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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加一个事情的话，两个창이 종이，就是不重要的事情了啊，整天都是就是在这个事情琐碎的事情嘛啊，两个창이 종이，擦呀免就做不完的事嘛，擦呀免就擦了瓦是完嘛，擦呀没瓦是呢就是做不完了啊。两个창이 종이, 창이 종이, 창이 종이啊，两个창이 종이，忙不多哦，有琐琐碎碎的很多就是事情，对，这个事情也是，那加纳也是东西，就是不是重要的，就有很多堆在那里。那창이 종이，加纳창이 종이，加纳창이 종이。啊，这所以事情也好，东西也好，都可以用这个来譬喻吧。杂物很多的，对，加纳창이 종이，창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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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종이。精致，免治，精致免治，精致，免治，精致，免治，精致免治，精致免治，精致免治，那就是随便聊聊的意思了。精致免治，精致免治现得，精致免治，谢就是说嘛，精致免治。谢的啊，就是随便聊聊天，精致免治谢啊，藏文里面没有聊这个字，精致免治一个随便便的啊，精致免治。随随便便嘛，就是不是重要的事情，我们随便聊聊吧，对不对？随便，那这边的有精致免治就是一种，就我们随便聊聊，就是朋友之间啊聊天，这也是一种精致免治。没有人这么说，这个是不能精致免。这个呢，不能用在，只能动词是说上面，不能用走，也不能用看，精致免治看的不是。对，这个门就是本身是说的，有说的含义。肛门，我们平常有肛门嘛？两门，对，两门。卡拉达那种两啊两嘛的门了门两门，还有是肛门，肛门，两门肛门，这个门就有一个弹的意思啊。就是没有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聊到哪里就这样一直这样聊下去的呀，啊，想什么就说什么的，精致免治。没有一个特定的主题，我们今天想说什么就随便聊嘛，啊，精致免治。
金追敏之，谢谢，第二个音啊，今天我们就是随便聊天而带着，金追敏之，谢谢，第二个音啊，金追敏之。Pogba 就是也有伤到。Pogba 有射的时候有射箭，就射到的时候也是打 pog 嘛，打 pog。如果是射箭射到身上打 pog， 打就是箭嘛，打 pog 破到你射到你的身上到 pog。那这个 pog 呢，不一定是箭嘛。人家说不好听的话，会不会对你的心会损伤吗？伤害吗？那就是破败呀，不一定是剑，不好听的言语也会射到你的心，就是伤到嘛。那心的话就会伤嘛，伤到，破败就是伤。Similar Pogba，Kirangi 接着贴你的那个言语 ，Kirangi 接着贴，你也 similar Pogson， 你也 similar Pogson，过去式嘛 ，Pogson，哦，你那一句话伤到我的心了啊。Kirangi 接着贴，你也 similar Pogson 这个 Pog。Similar Pogba。Nancy，就是光明。Nancy， Nawa 的 Sawa， Nawa 就是明。Nawa 就是明。Nawa Sawa 也就是清楚嘛。Nancy， 好 ，Nancy， Pogba， 金追敏之啊，창이 총이， 这个吃是接着吃吧，就是我们这个吃的话是可以怎么理解呢？就是讲到哪里我们就提到什么就是接着这个讲也不是一定要讲这件事，但是讲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提到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本来是讲到，比方说了，我们本来是在探讨那个学习的事情，突然又提到了另外一期关于学习，还讲到了买书的事情，就是吃吧，关联，可以说是关联了，卡的吃吧，讲一件事情的时候，虽然不是在讲另外一件事，但是讲到这件的时候，中间又有一个事情讲出来的时候，即便不是我们要讲的主要内容不是这件事，但是中间又插话，你们会插话吗？插话的时候就是去吧，就可以说，那也直接谈到这个上面去了，又前面那个没有讲嘛，换一个话题了，那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gentleman，就是没有一个特定的一个主题想到什么就要说到什么，
所以这个话题不一定要是续流。창이 종이 창이 종이 창이 종이 슉 슉点点点잡아 잡아 잡아 자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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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자시吉祥嘛，这些是吉啊。刚刚藏文里面中间有个叫拉嘛，打了西嘛，对，打了西啊，对吧？对吧？吉祥啊，对。加巴就是记住的意思嘛，加巴有有啊有啊，请也要记住呀。请坐，许天甲不会这么说许天甲怎么样？许天甲许天甲就是请坐的意思许天甲许天甲说请坐这个吗？sem了加吧，sem了加吧，记在心中。这个加吧是不？我这边有两个意思吗？一个是有记住的意思 ，sem了加若呢，请记在心中 ，sem了加若呢，加吧就是记住的意思。或者是你不讲敬语的话 sem了加吧切 sem了加吧切，这加吧就记住，切就是后面那个动作嘛。加吧本身是名词，那后面有个动作切，加吧切 sem了加吧切当然你们中文里面是加吧是说记住是动词还是名词？记住，记住是动词吗？这里有两个动词吗？这边是不是？住也是动词吗？记住是一个动词，那光记也是动词吗？住处的住是不是这个住？那住处的那个住不是动词吗？你住在哪里的时候不是用这个住吗？是动词吧？记住的记是动词吗？那有两个动词吗？你们就一个，两个动词组合起来不是这不就变成了那个名词吗？好，那这边是不是两个动词？你这个字拆开来的时候，这个记是动词嘛？那个住也是动词嘛？它不是名词的，不是英文加两个动词，两个动词就变名词，有没有？记住是一个动词吗？确定哦。那藏文里面是加巴加巴是可以当做一个名词加巴，那光一个加也是动词，也可以当做动词。sem了加 sem了是心嘛，那 sem了加就这个时候是变成了动词 sem了加巴 sem了加若好，所以那这里呢，你们直接当成动词嘛，加巴就是那讲情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
客气的一个敬语嘛，所以修电家啊，修电家。点是坐垫嘛，点，那修就是坐，哦，对，就是敬语嘛，修也本身是敬语，对，就是一般的对档，不是修堂，这是修电家，这是修电家，就这是请坐的意思嘛。啊啊，人的名字啊，人的名字啊，是人的名字哦，这是人的名字，啊。扎戏吗？扎戏大部分都是男生。扎戏，你到扎戏的时候，几乎都是几乎没有女生。哦，这些栏目，对对对，这些栏目的话，没错，对啊，一定是女生，有，嗯，这些栏目没错，是确实有，嗯。又是吉祥又是栏目，这些栏目。我是初见哈摩啊，吉祥天女，哎，这么巧，哎，不错哦，哎，真的吗？啊吉祥天母叫扎西哈摩吗？对啊，吉祥天女，那我们那一尊呢斑点栏目，不一样吗？斑点，斑斑点也是翻成吉祥所以我们不叫扎西哈摩。啊。这些栏目是可以啊，这些栏目是有，这些栏目是可以啊，有很多人的名字叫这些栏目啊，啊。切长，接着，千里穷意，金枝面枝，啊，这个已经我们名字里面有了，对不对？刚刚生词里面，切长，接着，千里穷意，金枝面枝，啊，所以呢，那个扎敦书讲了嘛，扎敦讲的是，他说这些那些什么，那些琐琐言言的，琐琐碎碎的闲话啊，金枝面枝闲话。哦，就是人家在讲，被他背后讲这是闲话嘛？金枝面枝，人家讲闲话啊。给这听着，给这听着，给这听着。这个贴指的是什么代名词嘛？前面那些句闲话，那些闲话，前面那些话，키랑了，키랑，破，鬼呀，두 개， 破鬼呀，민두가， 破鬼呀，민두가， 给这听着，키랑， 破鬼呀，민두가， 所以是讲什么？闽南语吗？是吗？闽南什么意思？破鬼？不晓得，只是那个感觉，那个语调像闽南语。哦。就接着听的是那些闲语嘛，对不对？所以那些闲语，kira是你嘛 ，kira，破不就是伤害嘛？我们刚刚讲的伤害到是吧？破鬼要嘛，这个鬼是要，需要的要，所以这个鬼要明度不没必要啊，没必要受到伤害啊。
或者是没必要伤害你的心。虽然这里没有心，它讲的是中文，我中文这样翻可以吗？你没必要受到伤害啊。这些琐碎事的这些闲话，你没必要受到伤害啊。因为这些都是人家的闲话。这是她的老公劝她嘛，她很在意，是她老公是劝她，你这个是没必要受到伤害啊。哎，没必要觉得受到伤害。觉得在哪里？哪里有觉得？藏文没有啊，这中文一定要加觉得吗？不然这样好像你已经受到没有必要受到伤害，因为你没必要受到伤害。以上的不是直接受到伤害。这个中文一定要觉得，一定需要觉得吗？你没必要受到伤害啊。你没必要觉得受到伤害，你一定要加一个觉得吗？中文要加觉得吗？这样不顺吗？你也没必要受到伤害啊。好，中文的部分你们来决定吧，毕竟是你们的母语，我不能说。南塞在讲的啊，因为有另外一个人有嘛，对不对？所以这些弟弟就吉祥如意嘛。这些等对啦，等对兄，等对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等对扎顿嘛，这边等对，他就是敌人嘛。我们前面这个名字好像有解释过吧？他就是敌人，驴就是条幅敌人，就是整驴，人的名字，但是这里是人的名字。那人的名字也是这种意思啊？对啊。怎么那么厉害啊？那我也来找去。一般是整队都是男生的名字，没有女生，你还要加一个，还要加一个老母，整队老母没有，很少没有这种整队老母，怎么名字都这么厉害啊？这名字取得好像女战士。条幅呀，哇！那整队在讲什么呢？接下来他也整队嘛，这是这里他也问候嘛，他也问候，这是这里对。许天家的啊，这是对，许天家的啊。那老师那个党后面就是命令式的意思吗？像修天家党的那个党是命令式吗？最后面是哦，命令，对。我这里是她的老公的名字也是整对，应该不是吧？那个南塞讲的嘛，对不对？这个南塞是他的老婆，他的刚刚讲南塞是就是那个太太嘛。哎，等一下，南塞这里到我，哎。已经另外一个人出来了。扎根同样一个没有换。前面没有这个吗？岛是岛是那个女生嘛，那个女生在讲，所以女生那她的老公是整队，是不是？整队哦。然后呢，现在那些这里整对了。哦，对，那些是那个来的第三个人，对不对？第三者，
他对等于说这是的，等于是谁？那个老公嘛。所以第三者是男生，男生对这个等于问候嘛，然后等于也跟他问候嘛，所以问候，然后他是主人嘛，他是主人，所以他跟他说许田家的，请坐，对，没错，啊，许田家的。哦，你们任何人请的时候，你就可以说许田家啊。许田家的可以加糖，也可以不加，也许田家啊，许田家的有两种意思，知道吧？一个是你离开的时候，许田家请留步啊，许田家。你要离开的时候啊，许田家啊啊，卡里修，哦，许田家，嗯。那我怎么会知道他叫我做还是叫我？他叫我走还是叫我动作啊？你要离开不是吗？他叫你留步，许跟你讲。啊，他叫你坐下的意思，就叫人家意思叫你先不要走的意思。对啊，人家去到你家里的时候，你就可以说许田家啊，对吧？但是不一定加在餐厅里面啊，那许田家你说请坐嘛，啊，哦，那你定的，囊这个囊，这个也可以好几个名词，可以囊穷，就是忽视跟轻视。能住马气，不要轻视，不要忽视。能住马气了吧？能住马当，这个都可以，就是不要忽视的意思。能住马当，能住马气，能穷，囊轻，就是我不在，就是这两个是相反，就很重视。囊轻，囊轻不哦，就很重视囊轻不哦，囊穷，那这两个是对人物也是一样，对东西也是嘛。啊，有些东西是你觉得很不需要什么，你会把这个东西会轻视嘛，忽视嘛，没什么太大的用处啊。对人也是嘛，你对你自己有帮助的人，你就会很重视，那是这囊轻。你不重视，你忽略就能穷啊，这两个是能穷、囊轻、囊通、囊东，东就是空嘛，所以现空，囊有限的意思啊，现空，囊捏就是影像，囊捏，能吹现象，能吹是一种现象啊，捏吹是就是确实真实存在的部分是捏吹，能吹就是现象。虽然有这样现象，但是不一定，实际上不一定是那样啊。能吹就现象，能吹，能细，万物都是能细，能细，万物现空，这样吗？能细囊东，万物现空，能细囊东，能于显现境嘛，于就是境，是不是？那囊就是显嘛，显现，所以能于就是显现境啊。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有4个境，里面一个境是显现境嘛，啊，显现境啊，能于，囊灭也就是忽视，囊灭当啊
能出的话，这两个比较忽视跟你们中文里面这轻视跟忽视是有差别吗？不一样，对不对？忽视的完全忽略嘛，是不是？哦，那就是囊灭啊。好，有时候是不是忽视的话，你是也即便看到，你装作没有看到的那种，是不是忽视嘛？那囊灭党啊，这是囊，对，这是囊灭啊，囊灭党就是囊灭，所以这个比较严重嘛。轻视比较严重吗？有贬低的。是吗？除了忽视以外，还瞧不起的，这是轻视，贬低的。能穷也可以，对，藏文也是能穷，就是也有瞧不起的感受嘛，能穷到，米穷了能穷嘛，其实我们有米穷了能穷，米穷小人物不要轻视嘛，意思米穷了能穷嘛，小人物不要忽视小人物。我们已经到这里了，最后一页是这个，那我把前面这个念了，上次没有念，对不对롭전 중립부터 봐. 전두, 주도, 영화, 시부, 쇼, 공신, 직체, 표바. Hello， 这是你吗？他用个面包。아지, 계란이 쇼디 파드, 공실을 직제 견제, 직제디 파표제, 시상스치다. 안주 미티게니 주도 차지리. 직람, 직시, 직체, 직팀, 직주, 직이, 직좀, 직당, 사무, 첨, 죽바, 잽쪽, 모랑, 쇠바, 아짜, 카사, 아자 하면 계란미드, 나톰라, 매개 주체, 잽쪽, 럽주기도, 뭐라? 주도 가리유나, 텐데. 맞아? 계란 잽도 뒤에 나타다 써버려봐. 하강, 하체, 하중, 하토, 하준, 하유, 합법, 챙이충이, 진주민주, 포바, 낭세, 슉, 된, 잡아, 저시,
제장 계좌 청이 중이 진주 민주 계좌 딘데 기랑 포고야 민두와这是的嘞 针对了这是的嘞 水电家的 能穷能穷能灭能亲能亲能东能东能捏能捏能灭能灭能吹能吹能洗能洗能雨能雨哦的修行保送当你心情탐지了一心努不来了呗全州主位300亿大都这边真不少看到苏丹招别次当你归来面大西先了300亿超都这边真不少这咱们归都人就啦多就牛目见嘛他那些没入这边呢真都多年多不少人心人别心情你力度差不多能通车人机电单这不行你把各位真正少打了心给差多去西古拉索米里边全个人给两把单这个线了比我少看了大给偏大边让我去我看西去新都米里女钱啊新业堂把到我少东南外当900亿偏的马南归了不马一那当东野归3位打了200少他大归娘去给给都被前面马把心去跟有么西北了前面青蛙来追少好多谢谢多谢你这怎么解用